咱即几工啊，成为风台关系无遐热，严格整体来讲，7月份即个热天是热翕翕，佮小风风。联合国也佮欧盟伫昨昏有发布官方的资料，即马对外证实讲，2023年的7月份，也就是今年的这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个月。 今年7月到即马已经出现有记录以来上热3礼拜，有记录以来上热3天，甲有记录以来降低上悬的海洋温度。This anomaly is so large with respect to other record-breaking months in our record that we are virtually certain that the month as a whole will become the warmest July on record, the warmest month on record. In all likelihood,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world so hot. In modern history， 欧洲北边拢发生极端高温的天气，意大利、希腊、阿尔及利亚加附近的国家拢发生地面野火。气候变迁所带来伤害，包括囡仔被大火冲走，规家伙啊逃离野火，工人伫厝外做事热甲昏去。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has ended. The era of global boiling has arrived. The air is unbreathable. The heat is unbearable. And the level of fossil fuel profits and climate inaction is unacceptable. 有一寡专家认为，今年7月将可能是12万年以来上热的月份，计出来这寡热气，主要是来自甲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关系。根据各百年气候变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全世界上热一天出现伫7月初6，有记录以来上热23天，拢是伫这个月。7月前25天平均温度16.95度，比2019年规个7月16.63度加正多。因若伫台湾温度上升的速度比全世界搁较紧。中央气象局统计，台湾最近8年来的平均温度每10年增加点是0.11度，严过最近30年是每10年增加0.25度，相比较全世界平均温度是增加0.08度加0.21度。专家估计，极端降雨会愈来愈接，可汗也会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